你好，我係 Christina，我哋依家一齊嚟睇下2026年4月20日至2026年4月24日嘅美國股市市場分析同預測。近期美股走勢主要係受美伊局勢發展影響，美伊兩國達成協議嘅機會大幅增加，伊朗宣布開放霍爾木茲海峽，所有商船可以自由通過，加上以嚟雙方停火10日並展現談判意願，市場對中東局勢緩和嘅憧憬明顯升溫。特朗普表示將前往巴基斯坦同伊朗簽署和約，新一輪談判有望喺本週末舉行並結束戰爭。雖然正式和平協議仍然需要時間，短期內可能維持邊打邊談嘅僵持狀態，但整體地緣政治風險已經明顯下降，環球投資氣氛改善，預期股市有望維持平穩發展。美股三大指數表現強勁，其中標普500指數同納斯達克指數已經創歷史新高，道瓊斯指數就處於整固階段。納指同標普500更延續一年升勢，顯示市場目前對美伊局勢嘅擔憂已經大幅減弱。美股七雄等大型科技股持續吸引資金流入，推動指數不斷破頂。只要中東局勢繼續降溫，美股有望進一步向上推升。不過，經過多日連升之後，短期可能會出現技術性整固或者回吐，投資者需要留意。美股強勢表現嘅主因之一係人工智能算力需求爆發，大型企業積極佈建超大型數據中心，導致 GPU、CPU 同光通訊等硬件供應短缺，半導體同光通訊板塊成為市場炒賣主力。美國第一季企業業績普遍理想，配合中東局勢緩和，利好整體大市表現。市場憧憬戰爭有望短期內結束，加上油價高企帶動石化相關板塊，雖然亦會推高物價同燃油附加費，但整體樂觀情緒仍然主導市場。資金持續流入大型科技股，令指數屢創新高，牛市走勢有望延續。儘管目前美股氣氛樂觀，但仍然需要警惕風險。喺美伊戰爭期間油價高企之際，股市卻不斷創新高，投資者出現恐慌性買入，擔心戰爭結束之後錯過升浪，導致升幅過急。如果戰爭談判進一步出現停滯，加上戰爭權力決議授權期限將會喺4月底到期，布殊號航母抵達中東同地面部隊調動等因素，戰爭風險仍然有機會加大。過去幾個星期嘅反彈可能會瞬間消失。若果美伊未能迅速達成協議，美股短期內可能會出現拉鋸甚至調整。綜合嚟睇，短線美股仍然有反彈空間，但投資者唔適宜過分進取，應該保持謹慎樂觀態度，密切留意美伊和談最新進展同技術整固情況。